今日係人生修煉場嘅第二次錄音。今日嘅題目係人生，因為既然叫人生修煉場，咁似乎係題中應有之義。不過既然要談論人生，咁似乎就要稍稍多加介紹一下我自己。我係主持人 Linus， 我茹素啦，我唔再食肉啦，有冥想嘅習慣，可能有少少神秘體驗添。咁當然啦，有機會可能係妄想症或者精神疾病嘅症狀啦。我會睇哲學，特別推崇斯多葛主義。我會睇佛學，中意道家。我以下落嚟講嘅嘢呢，純粹係我個人嘅睇法嚟嘅，我可以全錯啦，大家完全唔需要認同。事實上，最近我發現呢，對與錯其實可能根本完全唔重要嘅。有一個講法係，好多人30歲已經死咗啦，佢哋完全唔會再有任何改變，只係等緊入墳墓。因為佢哋忽然間認為自己知道晒世間上面嘅所有真理，唔可能再犯錯。當然啦，呢啲諗法好荒謬啦。因為人生呢，其實冇說明書嘅，我哋係一定會不斷犯錯嘅，然後我哋只能夠不斷探索，從中吸取各式各樣嘅教訓。唔理你3歲、80歲、100歲，咁當然啦，你都可以死唔認錯嘅。愛因斯坦講過類似嘅嘢，人世間最瘋狂嘅事就係你每日都做緊同樣嘅嘢，但係你會祈求有一個唔同嘅結果。有一位哲學家、演講家叫 Alan Watts， 佢有一個幾出名嘅比喻，蘋果同蘋果樹。佢話蘋果就係蘋果樹嘅一部分，但係唔知點解有人認為蘋果還蘋果，蘋果樹還蘋果樹，就好似人還人，世界還世界，我哋同世界係唔相關嘅。事實上，如果宇宙係由大爆炸而誕生嘅話呢，呢一個過程其實一直喺度延續緊嘅。所以我哋呢，其實係大爆炸嘅延伸，係宇宙演化嘅一種表現。所以我哋同宇宙呢，係一定有某種連結，有人甚至稱之為一體。我哋同宇宙本身就係一體，所以其實我哋甚至可能係宇宙體驗自己嘅一種方式。又有另外一位日本教育家叫久斯道夫，佢問咗一個咁樣嘅問題，佢話人喺邊度嚟嘅？佢話你可能會答喺父母嗰度嚟嘅，可能會答喺父母嘅精子同卵子嗰度嚟嘅，然後佢又會再問，咁精子同卵子喺邊度嚟嘅？喺血嗰度嚟，然後佢會再追問落去，咁嗰啲血喺邊度嚟嘅？係食物嘅轉化，可能你食咗一啲牛肉、豬肉、雞肉、羊肉，然後佢又會問，咁動物喺邊度嚟？動物嘅血肉喺邊度嚟？動物嘅血肉，佢哋又透過佢哋嘅食物，即係一啲植物。咁植物嘅 energy 又喺邊度嚟？植物嘅 energy 係透過光合作用，結合陽光啊、水啊、空氣啊、土壤裏邊嘅養分啊而形成嘅。所以本身生命嘅演變就係一個好複雜嘅過程，而且佢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嚟嘅，可能講緊嘅係幾十億年。當然啦，去到最後，我哋又會再次回歸，我哋至少我哋嘅血肉又會回歸返喺呢一個大自然嗰度。咁有啲人會認為佢喺度妖言惑眾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去研究下自己身體裏邊，譬如你嘅血裏邊有嘅鐵元素啊，或者係碳啊，咁你再去觀察一下喺宇宙裏邊呢啲元素係喺邊度製造嘅，咁你就會慢慢發覺到一個真相，就係呢啲元素其實只能透過一個行星，佢通過核聚變，然後去製造將一啲能量轉化成物質，咁其中一樣就係鐵，然後到佢死亡嘅時候，
佢就會爆炸，然後將呢啲物質釋放返去太空，然後又會因為大概係因為重力嘅關係，呢啲咁樣嘅物質又會形成一個新嘅行星，然後有啲其餘嘅物質就可能會環繞住呢一個行星形成一啲小行星，咁所以就有太陽啦，有地球啦。咁於是乎，先有一個你同一個我，先有呢啲咁樣嘅物質組成一個你同一個我。咁所以如果有人話，或者日本人話佢哋係太陽之子，其實某程度上唔算錯嚇，只不過唔只係日本人。又或者如果有人話你係石頭爆出嚟嘅，亦都唔算錯，因為你推返去轉頭，其實係生命嘅轉化，可能係一連串好複雜嘅能量轉化成物質，物質轉化成生命，再由生命嘅唔同形態嘅轉變而形成一個你同一個我。或者有人認為一切都只不過係無數嘅巧合，包括生命嘅誕生。世界只係有物質嘅層面，其實唔使睇太遠，我哋只需要睇下大自然嘅相互配合。譬如睇下蜜蜂同花，冇蜜蜂就冇花，然後整個生態環境就會崩塌。睇下植物同動物嘅相互配合，睇下大氣層，睇下磁場，睇下重力，睇下月球帶嚟嘅潮汐效應。其實只要隨便拎咗一樣，後果都可以係災難性。就好似我去創作一個故事，所謂嘅巧合其實從來都唔係真正嘅巧合。但個問題係，如果所有嘢都似乎係刻意安排、有意為之嘅，點解我哋認為我哋嘅人生會係例外呢？咁但係當然人係好古怪嘅，我哋偏要同自己作對。比如有人好介意人哋點睇，咁即係他人即地獄啦。咁但係佢買完名牌或者請人食完飯，佢又會好肉赤嘅喎，覺得如果自己嘆就好啦。咁你即係唯物主義或者享樂主義啦。咁但係你話我兩樣都係，咁你一定痛苦嘅喎。又比如你係一個小人，但係你偏要扮聖人，於是説聖人言，行聖人事。咁但係你內心一定唔舒服嘅喎，因為你言行不一啊嘛。大概喺幾年之前呢， Sienna 就叫我去睇一本心理學家榮格嘅書，書名我唔記得咗啦，但係一本關於夢境嘅書啦。咁其實係佢本身自己懶睇書啦，然後佢以為叫我去睇咗呢本書，我就會突然間理解晒所有夢境象徵嘅意義，然後就會好專業咁可以去幫佢解夢。咁當然事實上完全唔係咁樣嘅一回事啦。咁但係喺書裏邊榮格講過嘅一樣嘢都幾觸動我嘅，就係佢話佢冇辦法，雖然佢冇辦法用一個實質嘅證據去證明話俾你聽靈魂嘅存在，佢話但係有太多臨床嘅間接證據去證明靈魂係存在嘅。咁佢講緊嘅其實就係瀕死體驗啦，簡稱 NDE 啦。咁當然榮格本身就有瀕死體驗嘅經歷。然之後我自己都揾咗幾多 NDE 嘅 interview 嚟睇啦，然後我發覺佢哋嘅經歷其實都大同小異嘅，雖然未必完全一樣，但係有一個位幾乎每一個去過嗰邊嘅人都一定會經歷過嘅，就係似乎每一個人都要審視或者回顧自己嘅人生。所以無論你有過幾多善行，有幾多妄念，幾多惡意，你都係要重新體驗一次，不過係以更深刻、更清晰嘅層面。因為到時你已經冇咗肉身嘅限制，你似乎已經上升咗一個更高嘅維度。所以你付出嘅愛，你對人嘅相愛，而真正唔放過你嘅，其實就只有你自己咯。我自己個人其實都相信人間嘅死亡其實唔係終結嚟嘅，而且根據力量守恆定律，能量係唔會消失嘅。咁所以就算你點着一支蠟燭，
燒完啦，所有嘅原子熱能其實依然存在嘅，佢只係稀釋咗、釋放咗喺大氣嗰度，但係你睇落去支蠟燭就冇咗。所以無論你點稱呼嗰樣嘢啦，靈魂啦、意識啦，其實我認為都係能量啦。咁死亡只係能量轉換形態嘅一種啦。喺斯多葛哲學裏面有一樣嘢叫死亡冥想，意思類似係每一日都當作係生命中嘅最後一日咁樣去過。尤其是係當我遇上一啲解決唔到或者唔識解決嘅嘢嘅時候，我就會運用呢一個技巧，然後慢慢咁我就會發現，原來當我仲可以為身邊嘅人或者為呢一個世界有所付出嘅時候，其實可能就已經係一種幸福。於是我就會經常提醒自己啦，要為自己好好準備好自己嘅身後事啦，唔係真係去幫自己買棺材啦，而係好好為下一個階段做好準備啦。我會去承認自己做過嘅錯事啦，為自己傷害過嘅人感到抱歉啦。但係我改變唔到已經發生咗嘅嘢啦，亦都因為有啲受到認知所限啦。咁但係至少我可以去選擇自己唔再喺餘生裏邊再添加一啲業障啦。我曾經喺冥想嘅時候睇到因緣嘅流動，但其實有啲嘢好簡單。只要你細心觀察就會明白，根本唔需要任何神秘體驗去領略。例如你可以計下1加1係咪等於2，如果係，咁因果就係事實，因為1加1就係因，2就係果。又例如，就算你係唯物主義，其實你都應該清楚明白，任何形式嘅財富其實你都帶唔走，甚至財富本身就唔屬於你嘅。嗰粒鑽石，嗰條金條，你圈起嘅地，你霸佔嘅物業，通通都唔屬於你嘅。如果真係要講，其實全部都係因緣。我哋放唔低嘅，從來都係我哋自己嘅執着。記得有一個經濟學家講過，財富嘅概念其實就係大富翁。喺遠古嘅時候，有一個原始人，佢忽發奇想，圈起一塊地，然後佢話我嚟先嘅，我話係我嘅。我聽過一個老人家嘅演講，佢話好多時候我哋認為好重要嘅大事，其實可能一啲都唔重要。好多時候我哋認為一啲都唔重要嘅小事，偏偏可能先係最重要。因為每一件小事都會彰顯你嘅為人同埋處事方式，所以小心你嘅思想，因為你嘅思想會化為你嘅言語；小心你嘅言語，因為你嘅言語會化成你嘅行為；小心你嘅行為，行為會變成習慣，習慣又會化作性格。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，大概所有因緣都係由起心動念嗰度開始。我可以滿懷怨恨，我亦可以心存感激。宇宙用咗130幾億年嘅時間為我哋去準備呢一個舞台。如果科學家冇計錯數嘅話，即使我哋只係從生命嘅角度去睇，能量轉化成物質，物質演變成生命，再由唔同嘅形態去轉變，至少都講緊幾十億年。Alan Watt 話：生命唔係一個問題，而係一場體驗。九斯道夫就認為 It's just a dream， 所以最後嘅問題就係你打算用咩態度，點樣去體驗你嘅人生呢？